公子早来夜忙，只怪我配得眼家断肠房，你还为娘低头甚难做，你莫在啥事身边到文章。父亲，母亲，我一定要为你真开心。好了好了，快随为娘回房去吧。母亲，快走吧啊！来，快走吧。不，母亲是要在这里。完美，完美。哎呀，是你爷爷来了，来，我们快走去，快走大婚年纪73，你忘请我去做神仙，我说神仙不要做，还有大事在人间。想想我爷阿三，从小跳过虎浪担，做头舞那里面传来家事一大片，生出儿子有2个，可惜不成中状元。老大媳妇不生子，噼里啪啦转身女儿长，大要我去拜见，老儿总算能争气。生了个宝贝孙子从相爷，我昨日夜里做个梦，梦孙儿得中状元，耀武扬威做大官。宝贝，宝贝，发出来！爷爷送你一样好东西。什么好东西？喏，好，拿去。子龙，过来。哦，这是一只铁头大将军。哦，爷爷我花了1两银子给你买来的哦。爷爷真好，爷爷真好啊！爷爷宝宝，哎呦！你不在书房好好读书，怎么事事爆了出来？你好了，这黑龙江想做啥？拿去。大爸，喏，站住！我给你讲过的事情，你都想好了吗？不知父亲所言何事？你个假词假言，我已经给你讲过好几次了。你那个媳妇不会生儿子，我要给你娶一房小的来。父亲，我定期再娶，与理不合呀。你这是怕老婆啊？你要知道，
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你要我断子绝孙啊？哎呦，不要这个那个，媒人我已经请来了。严太公，啊，严大爷，啊恭喜恭喜呀！哦，三婶娘，这喜从何来呀？严大爷，我相中了一位好人家，那姑娘身品端庄，貌似花，阴阳先生算功名，要生儿子比我。三婶娘，这万万不可啊！什么话？我说了算，就这样定了。爷爷，我不要弟弟他想。啊，你懂什么？啊，你来这里做什么？弟弟，不要。父亲，我膝下已有此女，实在不想再娶妾了。哼，女儿有啥用？我要你杀女子，传宗接代。哎呀，父亲，这美事财神，成事在天，即便娶了妾，不生儿子也是枉传啊！啥？你是读书越读越聪明了你。此时我绝难聪明。你，好，就说你没有这个儿子，万一老儿会替我传宗接代的啊！我不求你啊，你不要后悔你。哎呀，爷爷，去。那，哎呀，个女孩子读书有啥用？哎，严太公，干嘛玩去？三婶娘，不要紧个，就算我白跑这一趟。三婶娘，只要做媒，日后为我家华妹照顾好人家才是。一定，华妹姑娘，我是喜欢的，这门亲事啊，我帮了。多谢。严太公，农夫要放弃啊！严太公，爹，我不要做媒，我要读书。儿啊，你要是变成个男孩儿，那就好了啊！真的吗？变成个男儿就好了。回房去吧。唉，还是教书，解闷吧。子龙、月郎，你们到外边来读书。没什么。还不快坐下？方才我们又到哪一课了？月儿只写字。好，我们再有一遍，我教一句，你们跟一句。字曰。月儿是写字不言乐府。月儿是写字不言乐府。有朋自远方来不言乐府。真不知，你因我无恼，是他信，是他。好了，月郎啊，你父亲在世之时与我是同窗好友，我看你孤苦伶仃，与我家有一线之情，让你陪伴我才儿读书，真可完璧。有生不管。
才儿啊才儿，你名叫子龙，都是盼子成龙，可是你就是不与好样，放在今日你挑起事端。哎妈，这是爷爷送给我的，你还请我还请我。拿去。这样吧，你们二生1月24写字为题，各写一篇文章上来。要是写不好，休怪我，当随行实下。哦，去吧。是。哎，女老姑，我们去地去说，我不去啊，你去。唉，今生有缘不得志，黄河生烟无措施，膝下无暖更可叹，风不明转为才儿做错事，子龙子严家山内淡定子，万里淘气无休思，我虽有女儿曾聪慧，真乃是女为不是暖儿子啊！唉。你是谁呀？我就是你的儿子呀！哎呀儿啊，以我这身当扮啊！弟弟膝下无儿，每日叹气，还要生气，我就变个男儿，让弟弟高兴高兴。哎呀儿啊！这王妹谁能止渴，瓦兵岂能充气？你忘了一山，须有其表哦。忘了一山，我就可以进寺房做事去了。哎，趁暖你岁岁不轻，怎可东窗空读？更何况这女儿读书又有何用啊？爹，这万万不可。弟弟，我这两一岁时，请弟弟看。哦，我儿还未作诗，好，待为父看来。莫道女儿不丈夫，哦，莫道女儿不丈夫，我妹难得情世书，怎能天下同官的，必少龙座进帝都。呀，别少龙座进帝都。儿啊，此事当真是你写的？哎呀呀呀呀！看他小小年纪有此才识，有此气概，倘若是个男孩儿，才会定成大器呀！弟弟，哎呀，可惜呀，可惜！还请弟弟指点。儿啊，你当真要读书？好，为父晚上帮助教你。多谢弟弟。起来，为王去吧。哎，好啊，醉吧。
钱？哎，哪里来个钱啊？你猜猜看。爸爸请你的八四的，爷爷请你的幺八四的，这是啥地方来的呢？哎，妈，哎，我告诉你哦，是我对些说引来的。哎呦，真是妈个小能意思哎！哎呀，宝贝啊，来，快吃莲子汤。哎呦，我不要吃啊！哎呀，宝贝啊，哎，灭点个你！哎呀，快吃！哎呀，不要吃了！哎呀，no， 哎呀，猜！哎呀，猜！哥哥，侬到底想吃啥呢？我想，哎，我要吃月饼。月饼来哉！喏。爸爸，你这是我肚皮里的蛔虫嘛？我早就猜到你想吃月饼了，宝贝儿子哎，来吃月饼嘞！来，拿。快点！这月饼啊，这配为稀少。哎，是喽，只是包天天吧，成我样子。阿哥，只能玩笑，玩不懂事了。哎呀，姐姐，你们把他宠坏了。哟，大爸，你是哪里话嘞？你是我们子龙上来笨，读书不好吗？这儿生来聪明伶俐，可是这读书嘛，就是比不上这家的孩儿，连我家的女儿也远的不是。这就要怪你大伯的不是啦。哎，你为何不管？为啥不教你？当真要我管教吗？对，阿哥啊，该当就当，该罚就罚。好，牛郎，哎，出来。哦，子龙，你也站到一边。姑且。哎呀，姑且。子龙、牛郎，方才教你们作文，事先讲过，文章写不好，当随心实下。那就交上来吧。子龙，你的文章呢？哟，大伯，侬高兴就说啥啦？子龙的文章嘛，在这里。文理倒也通神。耶，宝贝儿子的诗写得不错嘛。这是牛郎做的，子龙的文章在这里呢。哎呀，你看子龙都写了些什么呀？挖了嘎大一只乌龟呀！你们说该当不该当？该当。子龙，过来。姑且。把水伸出来。背着要加倍的当。为啥打我的孙子？哎呀，母亲，这儿他读书不肯长进，因此随罚。啥？当一当就长进了。好，我今天也来当一当。你把草娘给我拿来呢？爹息怒，爹息怒。岂有此理！去，把你那个不卫生儿子的媳妇叫来，我有话讲。走。
我不准叫你坐下。见过公公。好了，你们都听我道来。我言家小有家产不求人，只盼望子孙兴旺要门庭，把汤米读书亦能长远颂，更不该只身做女不天定。同月儿该是经商能使力生下个爷们来宝贝孙。光宗耀祖前朝义，既不许有人接骨来欺凌。今日里当着儿孙陈家训，8年后严家不准把家分。不讨你不肯娶妻断了恨，同今后全部家产归我孙。你们都听见了吗？哦，尔等声明。大媳妇，媳妇在。你既然不会生儿子，在家里也没有什么事。从今之后，家中烧水劈茶、烧饭做菜、讲讲细细、缝缝补补，都要你多费心了。哎呀，我媳妇真命伯母。哎呀，这周家的孩子也不要在这里读书，免得杂事生非。明天让他回去吧。哎呀，父亲，他爹爹临终之时曾以侧耳相托，更何况与我岂有一线之情，怎可？呀，我倒是看出来了，大爸是想把娃妹许配给他，好做个姑表亲。嘿嘿。即便如此，那又怎样？公公，牛郎真的是好看呀！伯母，事情他这家一定是喜，你把娃妹许配给他，真是与知其名。婶娘，可不能一贫富看人。哎，好，公公，他怎么一贫富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你娃妹嫁鸡嫁狗我都不管了，是吗？哎，我们走。公公最好，你这就没心动。要来。3日罗行全不动，马将排举不精通。就是叫我们比老虎，俯成我比相公。是今日大官贵人们对学生多让欢喜们该对中。今日呢，营少是多么错没得。去找人，燕子龙，燕子龙，嘿嘿。
这两天怎么不来玩玩这个呢？本节都弄光了。你爷爷不是说过吗？你家的财产都是谁的啊？谁都是我的。这管拿来用用嘛。哦，你叫我到家里去推啊？你看，自家屋里的东西怎么叫做偷呢？不叫推。这次你把银子拿来，我一定帮你赢。帮我赢？帮你赢。真的？哎呀，骗你是你孙子！我在大门口等着。你把铜头元帅带上。好，我在大门口一定等着你。一言为定，一言为定。你等等。好。拿自己家的银子不叫偷，拿银子去嘞！喂，大妈，我妈叫你到哪西去？女儿长大了是不能出门的呀，要是被爷爷婶娘看到了，又要说三道四。母亲，让他们出去。华妹，此番勇气长，不该出门翻雨下，不料天数雨下愁，时光奔间平交加，到头来只剩下的银十两。唉，我垂头丧气，转回家。哎呀，爹爹回来了！宝贝儿子啊，爹爹回来了！爹爹，你回来了啊！官人，哎呀，你回来了！哎呀，一路辛苦！哎呀，发财！哎，爹爹发财，那送我什么礼物啊？啊，来！哎，发财，发什么财了？倒霉了！300两银子都烧光了。烧光了。哎呀，晦气！还生了一场大病哩。哎妈！哎呀，你快把这件晦气衣裳脱下来，免得把晦气打进门。哎呀！子龙啊，把他拿到后边去，叫你大妈洗干净。洗干净。哎呦，你个晦气鬼呀！晦气鬼！10两银子，哈哈，天无且生之路啊！
天无绝人之路。把这件衣裳拿去叫他洗洗干净啊！满嘴，你这个他是谁呀？是你娘啊！我娘是你什么人啊？是我的伯母嘛。既是你长辈，与我是耻无礼。啊，这有什么了不起啊？你拿去洗了。我懂你什么晦气衣裳，不许你洗。哼，爷爷说过，衣裳就是要归他洗的，他不洗，那你洗。我偏不洗。不许好，我看你洗人不洗。哇，妹，你不高兴呀？啊，没有什么。哦，这件衣服是要洗的吧？你一定有什么事？啊，没有什么。你快告诉我吧。真的没有什么。你信不过我？哦，哇，妹，今这里天高气爽，好去啊光，要让我面对青山到坟上，猛然间来了子龙将我骂，没怨你娃妹不肯洗让，他不断打我一巴掌。哎呀，城门失火，杨戬是一太荒唐。女郎哥哥，都是我不好，又害你受委屈了。哦，这怎能怪你？让我看看，还痛吗？不痛，我看见你呀，就不痛了。哟，万里真气，谁在这里眉来眼去？这种事情啊，要是被人家看见，真是有点难为情哦。哎呀，婶娘，
我们没有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少说两句，快去找我的衣裳。衣裳？哎呀，会不会叫他洗掉了？师傅，是在这一件。对，就是这一件。万里洗过你，慢。哎呀，银子，我的银子呢？啊！什么银子啊？我放在袖口里的10两银子，怎么我不见了呢？啊！师傅，放在紫龙天山地上，平复银子呀！哎呀，是啊，平复银子啊！哎呀，我记得清清楚楚，这10两银子就是放在我的袖口里的，怎么会不见了呢？啊！哦，我看还是拿出来吧。孙娘，你叫谁拿出来呀？咦，谁拿去了嘛？谁就拿出来呀？你，哎，你们可叫我听着，这10两银子是我奉香弟的银子，上面还刻着姓名的，要是砸出来呀，大家的脸上可是不大好看呢。完了，你究竟拿了没有？母亲，女儿就是再苦再穷，也不会拿陈家的银子。好，那牛郎，你，哎呀，姑母，牛郎我就是我死也不。孙女啊，我还是问问你家子龙吧。子龙，子龙嘛是我个儿子，子龙的银子还是自家屋里的银子，你为啥要推自家屋里的银子啊？呀，那3个人串通起来做戏，真是好快哟！啊，我们真推了句好，神娘说我好本身，把我妇女太关心，许本身不讲理。我妹，要问你有真没有病？完了，你少讲2句好不好？完了，哎呀，父母啊，都晚上个正经啦。好了，这10两银子就从我送给你用好了。不嘛，马一穿了要上马去了好听，了我没说来分，我情愿在家还了，总当你算着。哎呀，不得了啦！一家都等于出了家的。大家娘子真气噻！上的好的。我们，哎呀，姑母，母亲，听此言，也开门去，都在心，有难吐来，有难抬。女儿啦，为娘虽苦难才对，严家好事地狱门，每日里劳碌牛马你。早晨见他谁起灵，我在世上不是
我妹将我靠身，我妹母亲，我我怎能去的？你不去，我去。把你的衣衫寄给我，婉妹。哎呀，婉妹，不哭！你要说什么？母亲，我要为你点名，你为我。哎呀，婉妹，不哭啊！哎呀，不哭啊！婉妹，哎呀，不哭啊！哎呀，婉妹，哎呀，姑母，婉妹，婉妹，婉妹。这个队到哪里去了啊？哎，到了后档，到不了庙。哎，真正气死我了！快坐下来歇歇。哎呀，公公啊，公公，侬千万不要生气。哎，生气嘛是要生怨气的呢。公公啊，侬老人家要是一个三长两短，叫我做媳妇的，那个做人啊。哎，看来还是你小人啊！哎，华妹呢？哎，大概遇到你了。哎呀，出丑，真是出丑呀！公公啊，这就叫女大不中类。一媳妇之间，不是趁早让他们成亲，要不然呀，只怕什么？伯母早就想找个上门女婿，将来好打你的家产。只要我活着，不要做梦。哎呀，公公哎，侬还真不晓得啦！啊，哎呀，三姑，真当三姑啦！伯母她每日烧香拜佛，追侬公公早死。啊！他还追我早死？哼！我要他好看。公公，这真是无中生有啊！你还有脸来见我？哼！连家亲属到了啊头，媳妇变成了茶瓜头，叫你烧饭你头泥，叫你烧菜你头油，今日里有头二少人食粮，害我老脸才你是你竟敢那个烧香把我追，哼！我恨不得这领草儿把你休，不吵，你与我出来。
父亲因我如此生气呀！你媳妇变成擦骨头了，她做了什么？你去问她。哎呀，娘子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？公公，冤枉！媳妇真怪少侠把你开门自理，宁可死绝不退。我家到严家23岁，一生下去做马女，孙子子孙被生气，我也会与破当对。公公啊，无需羞辱怪我罪，在严家也像女子也难女。只不过不断无言，我不认。明辨是非，方法须。但等娃妹婚事了，我自认你。绝不给。哎呀，娘子，什么娘子？哼，他要剃头，就让他去剃；他要当尼姑，就让他去当。哎呀，父亲，总不能毫无证据冤屈好人呐！你也与我滚！爷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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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娃妹他女扮乱撞，跑到大街小巷，被我当场捉住了。哎呀，翻了！娃妹，你真出的什么差哦？爷爷，哎，我是为做父亲上生了女，一趟公公一次生，谁让他一直强亲配嘛？不断冤屈我娘亲，为了命死于病，还我乔书生不你。不断见，子龙虽然想比你，头痛下肚真发昏，我才为您子回家转。关于这许多多句，可真应。好啊，娃妹，你乔装给扮，去到赌场，你踩我屁痛！哎呦！好，当得好。这银子就是你赔的吗？我怎么也冤枉你嘛？哎，爷爷，拿自己家的银子，这不算退哦。不算退，不算退。啥？不算退？我看嘛就是退。娘，
银子是我拿的。母亲，真相已明，我们再打慢。公公，谢无几句话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哎呦啊，你就讲嘛。我家子龙，就算是偷，还是偷自家屋里的银子，无啥不光彩。不像人家小小年纪，两帮子调到大门口，女扮男装都上嘴。哎呀，公公哎，这种事情啊，要是这样开起，弄个这老脸，可往哪里放哟？哎呀，养女不教是肉得了。爷爷，你真糊涂啊！他说你糊涂呢？啥？我糊涂？哎，你聪明，我还会敲张给来嘞啊！这身衣服是哪里来的呀？哦，爷爷，哎呀，你看，万里真情已经乱成这个样子，哎，衣服都颠倒穿了嘛！哎呀，爷爷，哼，哎。人家今日出京去，华美女多出越多越下流，几尊一大不中流，早日成青年看人，平日摆荡与我对，人家不准把须留。他父亲，你看外面我娘郎年纪上有，如此潦草，恐怕不妥吧？那么，叫娘郎一个人先给我滚蛋！爷爷，娘郎梦你家养育多年，感恩不尽。我不再连累娃妹，我现在就走，要拉。父亲。那好，就照我的办，明天就把他。这女儿身无分文，这千里迢迢是何罪法？我这个当守的呀，该死！哎，我不是把这10两银子啊，娘子啊，客当备客出去，到新王门口来做啥呀？我是随便走走，随便走走你了。抢我的哦，侬有机关国的几条情，弄到我还不晓得呀？娘子啊，哪来？什么呀？哪来？哎呀，没有啊。哪来？哎，我早就看出来了。哎呀，娘子啊，做人啦，不要太过分。侬这个晦气鬼啊，侬个败家精啊，侬还要冲动阔气，把自家屋里的银子欺送人。哎，不好，有人来了，喏，有人来了。公公啊，侬也到新王里来走走呀？哎，刚才3杯老酒落肚，
心想华妹虽然不好，总是我家的亲生骨肉。他们明天就要走了，我给他们送一点银子当路费。公公，侬真是不识心肠啦！那么，侬准备想送多少呢？哦，此去路不少，10两总是要的。10两，公公谁得加送啊？一出水就是个10两。哎呀，这怕以后的麻烦事还多着嘞。哦，那么送5两啊？哎呀，公公哎，5两嘛，太多啊，5两还太多。那么侬我送多少？哎，喏，1两，1两啊！心意到了嘛，就好了呀。哎，嘿嘿嘿，心意到了嘛就好了。哎，好，我个，哎，耶，只有一个2两头。哎，那么我少弄1两。哦，哈哈哈哈啊！耶。哥哥，拨我来！耶！哎呀，拨我来！拨我来呀！公公请。儿情去容。
如果永相依，才与我路一同走，才要世事同悲情。王妹，王妹。娃妹，这是这风上雨歇，千里迢迢，你我身无分文，死后迎走你。啊，女郎也有人之请我们呢。啊，哎呀，那你为什么不早死呢？哎呀，这就好了，呀，这就好了，来。啊，哎呀呀呀呀！这1两银子是何够你？这怎么排呢？那你我只能一路浇花讨饭去了。牛郎，哎呀，王妹，不要哭啊！好，不哭啊！王妹好啊，不哭啊！好，不哭啊！好了。不要难过，明天就要离别，你们母女再去好好聚一聚吧。哎，多谢三婶娘。娃妹，你还是母亲来了。哦。妹，母亲，姑岳母，牛郎，岳母，来，请坐。母亲，请坐。岳母来，请坐。请坐。你是月生长在娘怀里，曾经的千里飘零远别离。
子，女孩怎不离家去？好比是将我心感动。
什么？都怪我做了这个媒，爱过你们了，真太过啊，太过，真太。哎，好像有啥声音。有人在我墙头啊！哎呀！某个心态，哎呦，啊爷爷，哎呦，这是宝贝儿子啊！哎呀，爷爷啊，一直懂得大将军啊！今朝是你姐姐洞房花烛，你把新房挖了嘎多一个洞，你真是太不讲道理了。哎，房子是我的，不要你管。你是啊，哎呀，这个房子我个头跟有啥关系了？反正明天他们也要走了啊！你这个老不死啊！你干嘛我？你我滚出去你！啊！你我滚出去！你不要下去啊！没有放开没好手你我好来！东北大将军到掉了！哎呀！哎呀！历经艰辛3年长，兄弟相称同不靠，犯不了名落深山死月郎。华美花名最真美，唯愿得亏美名扬，有情有义与王位，富随其人到暖阳。华美他出人之夫实也忙，恰叫我闭门工作才是忙。神道附庸企业贵，这其用富贵则难当。妻子忙过正，丈夫虽空忙。你来我生死，万来把口张，今日若是起公羊，我堂堂我儿脸无光，岂
天堂，也请他宁故梦，把四郎为同牛郎共丧娘。兄长不知道哪里去了，老爷请用茶。童儿，你去叫张义成前来一趟，神武有请。是，礼请张义成。来了来了。小小官儿18品，暖阳府中做业人，成都市7品芝麻个小院里，我好比芝麻落队芝麻个梦成分。知府选召是玉卿，这叫我最从玉入京，连本带报回押金。正好比老虎追到家呀根。咦，张义人，你来得好快呀！下官不管这个，立刻就跑来了。啊，请稍等。是。禀老爷，张义人奉诏来到，有请。拜见知府大人。快请起，请坐。是。我还是缠着书啊，缠着书啊。手下好说话啊。是就是失礼了。张义成，请你前来非为别事，是有一件事拜托。大人有事只管吩咐，哪怕上天热地赴汤蹈火，下官一定办好。匹夫这等难事啊！你此去前段终于没了，顺便把我的岳父岳母接到这里来，为之可悲。当然可以。不过大人你还应多接一人才对呀。多接一个后生啊？就是大人的贵夫人啊。不用了。大人这些岳父岳母，为何不接贵夫人呢？这个嘛，你不必多问。是。这里有书信和银子，交与岳父，让你费心力。大人放心。送卡。哎呦，下官告辞。大人留步。莫在正好个官人，故道尊敬弟子一举就到。门上有人吗？来了。哎呀，原来是位老爷。罢了。老爷到此不知有何建议。你家可姓严？真是。你通报进去，就是我得来拜见你家老太爷，有喜事相告。好，请。好，有请不请。叫我何事啊？有位贵官到此，实是要见无情。哦，
哎呀，归官到死是老的。哎呀，万万不可！哎呀，来，哎呀，老太爷在上，请人下官大礼传拜。哎呀，只有民拜官，哪有官拜民的道理？来，老太爷请坐。好。哎，老太爷，我是特地向你报喜来的。嘿嘿，早上乌鸦叫，子龙们驯不到，只想要到早。原来喜讯报，老太爷，你家女婿贼老爷如今走了高官了，因为洛阳之婚，本命下官来迎接老太爷、老夫人前去同享富贵。哦哟，个人我三千，我只有2个儿子，没有女儿，哪里来什么女婿啊？哎，有书信在此，不为弄错的。哎呀，一定是你老人家年纪大了，把女儿女婿都忘记了。这种事体也会忘记的。不行，请快书信。诉讼见到有吴大人，言不掏清楚。哎呀，父亲，此信是写于我的呀。哎呀，原来老太爷是你呀！刚才下官多多失礼，多多失礼。请。哎呀，哎呀，父亲大人，我女婿高中做了官了。是你女婿做官了？是啊，是人家的儿子，又不是你的儿子了，有趣的是。哎呀，这个老人家的脾气咋也是古怪的？我们不去管他。哎呀，老太爷啊，这是你女婿交给你的名字哦，信中良意声明，要你我老夫人前去洛阳。老夫人呢？他常在你案之中。好，在你案中，快去把他接出来。好，请。至今他家的底气、电器、房契，全都在我的手中啊！他家的财产啊，全都是我的了。二位是衙门官差，多多照应。只要你们把他关出门去，我一定重重的酬谢。酬谢多少呢？每人本银50两。50两？哼！到这里，别让我，太不讲了。不大好，每人本银100两。好，给榜银报在我们身上了。那就请我奉。好。
家门，快来，这遇到跌宕里去了呀！跌宕，还有什么跌宕哦？这也是从小从外推您娘，是今日却表度拜家当啊！想不到今日惨情且时光，我望子成龙变梦乡娘子，我写这也不了。你到哪里去？子龙，你在哪里呀？子龙啊，子龙！哎，哟，是，玩我呀！不要乱哭乱叫了，你老公已经在里面上吊了。混账个东西！这里是我家，你们再给滚出去！哎，如今这财产性比全都是我比老虎的了。子龙娃也不算数，这里我说了算。什么？啊，你把财产全都传给了子龙，虽然不是，哪个不想？连官府都一清二楚了。你们办不到。一生子龙不能给倾家荡产，才不给老人上一再浑人，子孙无权分家的，我一个子而不得，一张床自高不得。一高一身推起劲，二高棍砸前贼，三高强盗李老虎，摇滚不把你能千刀万剐，万剐千刀变人亏。你老弟，你要告状？我要告状。你笑什么？要告就告到我们手里来了。叶老三，我来问你呀，你这些家产是从哪里来的？是我辛辛苦苦一辈子赚来的。哦，赚来的。嘿，你胡同江洋大盗，到处抢劫，还当人家不知道？乱掉你个舌头！官府正在追查，你要告状，正好拉你去坐监牢。嗨，我要找我的孙女婿去，哎，我孙女婿如今也都滚了，哎，我来问你，好像当初是你把他们滚出门去的啊？哦，现在想请他们回来了，当心，当心把你抓去坐监牢。天哪！遇死了一个，两个都上吊了，上吊了！是谁上吊了？是你儿子和你媳妇啊！哎呀！哎呀！天哪的！你身上这件衣裳好像也是我的嘛？啊！哎呦！这滚！
真君为妻下公根，我好像大喜堂上一老。那内哦，眼泪鼻涕当老君。自作自受吃苦头。哇喂，月郎，哇妹，月郎。后事，咦，大爷，老爷吩咐，请大爷将进来收着的文章送进老爷看看。老爷不是已经看过了吗？不对，是老太爷要看。哦，原来是岳父大人要看我的文章啊！咦，老太爷是老爷的岳父，怎么你也称起岳父来了呢？这个嘛，也是交错和作为怪。冬儿，把文章交给老太爷。下去。是。哎呀呀，好咸呐！方才先把真情啊露，也是他已太糊涂，独自为兄比兄来比比比，欺负起来哭不哭，夫妻兄弟轮流做，见家老少乱称呼。爷爷，兄长，啊，爷的公务拜完了吗？公务一完，可谓岳母大人拜退了。此甚好。童儿有请岳母岳母。是，有请老太爷老夫人。
哦，快起来！母亲，岳父，母亲，今日是你岁诞之期，用女孩敬上一杯。演戏呀，岳父，演戏中前途当，何必枉费百姓伤？天下秀才多多少，名落深山本平常。方才有因多闻道，刮目相看好话张。何言戏本是大惊必小空，看来年他比天下官分长多谢岳父夸奖。
也起来。嗯。老爷，禀老爷，御人定要举荐，方才十姑外人一律不接，他不听劝阻，已经闯进来了啊！夫人，我们暂且为避。请。好。童儿，他是何等样人？他是与老爷子亲戚，与日同场好友，我就同场好友。让他进来吧。是。倾家荡产，两手空空，来找继父同用同用。继父在上，子龙这相有礼。子龙，是你呀？原来不是继父，倒是我。你来做甚？姐姐呀，自从姐姐离家中，我是14年既成功，想不到姐姐教长把关中，利用要来我威风，你究竟来此做何？都这位天将讨遭天祸，少卿家在两手空，爹娘上吊去寻死。夜夜插在无影中，今日他来心急急，万方惧我应是穷。是啊，爷爷你他到哪里去了？我也不知道啊。是来，家中财产都被天户扫光了。是啊，烧得一点发人，我他精光了。此开，子龙须将为其母，鬼娃连天理不通，天父亲能扫，天产地产分扫空，本年倾家荡产草草，气死爹娘，两命中对下爷爷你不管，万金国来到洛阳当去风。就算照你所说，难道你就不管我了吗？今年银子10两，回去寻找爷爷。10两？小啊！再加10两，快快回去吧。
你自己掂量掂量，你头上这顶乌纱帽，难道就差这么一点点吗？啊？那，你究竟想要多少？不多，那这个说50两。好，难道请要500两？不，至少5000两，少1两我拒不走。可恼，可恼也！娘呀，妻子恨死龙，你悄悄胡来心太凶，我不曾穿上王法黑把你，别去问过谁清风，我来举款5000两，你曾领了昨夜之空，你月下难言心中梦，快快进我滚了出去，那不对听你过法绝不用。骂我无赖别无赖，使我起梦变起梦，5000两银子就难找，18船高射朝廷上举冲，你女扮乱章起军才，要叫你团队台上血雨红。来生啊！将这无赖与我红了出去。来，华妹，出了什么事呢？出了什么事？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。老爷，丁老爷刚才关走了一个小弟，现在又来了一个老弟，也正是老爷的亲人。牛郎，华妹。华妹，华妹，爷爷，怎么？牛郎，他是华妹呀！爷爷，我是华妹呀！父亲。
既非父子眷恋退朝，弃兵万岁。南阳知府最称美，原是女本人上西去王上，万方严判。哦，请于这等之事。事关国体，老臣已将最称美也借来进了。凡在必真下之，此案常非常明，你去将他也借来了。好，此情早已明白，铁证如山，有真人在此。传真臣，传真臣。真正上帖。小民叶子龙叩见万岁，万万岁，太儿千千岁。念子龙，你真是最正美，是个女子。最正美援交娃妹，是我的姐姐。哦，我姐姐西去皇上，只让我大礼别亲，万望上我一定无啥白白啊！此人美气去容，好生歹毒，叫他退下天儿悬招，退下天儿悬招。是传华妹，传华妹，华妹上帖。你女扮乱丧，闻得可偿？可是你欺君罔上，偏去功名，他你身为女子，因我不遂回去，竟做出这等之事，距今事后逃离。太尉，何必多问？此次要你女扮男装，理当退出战守。退出战水，退出战水。且慢，哀家要写本宫名牌，难道你们拒不许我分么？奇怪，
华妹，你去将结印而故，与我细细道来。太后用我父女郎陪人妻，同忙跨过来瓦墙。我不信女被暖真是天理，我不信爹娘生我配遭殃，我不信女生来替罪，我不信一世不能我来为真一推情，将财富赶故乡，太师呀关3年长，为问他亏官城上，我是骑虎难下把官府，君臣我才进什么老娘，不要抢，堂弟子龙开进家产，家妻子的娘，敲他了说到洛阳，可是洛阳在清风却少娘，这东吴来又很难的，万里无情高旁。我
公敬啊，好一个出来把才华美女，我与是到真的啊，宋爱卿。念他一心孝父母，方为开恩，万古再上梁。啊，太尉，朝廷王法全乃更改呀！太师言之有理。此乃天经地义。哼，平息世臣，乱了天下，无人官正，理当奋战。呀，刚才是去当安全起身，人犯我不曾官正不正应，他借着我们将驸马，混打在营堂后去。啊，张太师，爱臣今日之事，你追务之意，不才去啊！哎呀，太尉，此话从无涉起呀！你口口声声痛骂父神官身，我也是个父神，你不是在骂哀家我？哎呀，太尉，老臣弃官呐！皇上言语不能自主，哀家不得已而处理造成，照你看来也是大逆不道的了。哎呀，太尉，老臣不管呐！你根本没有将哀家放在眼里，真是欺人太甚！是退下，退下！是。曹天官，太尉，将瓦妹当开枷锁，杀他无罪。是。谢太尉免礼。欺民万岁！碾子龙在宫殿之内推到金银珠宝，已被当场捉住。此次杀事推倒正行，欺世爹娘，卖气就用，实在该死！小民见识，小民见识，也不要帮天儿放火。王妹啊，太尉，此乃你家事，你看事后发落才好啊。启禀太尉，我爷爷正在宫门之外家送之事，万需问他为何？哦，叶太公事后须自身，哀家倒要解释解释啊。王妹，你该换衣裳去吧。是，传叶太公上天，传叶太公上天。叶太公上天。来了。年纪我到八十一，阎王请我去切记。我是肌肉熬不动，我是还要见皇帝。金銮宝殿闯上去，听着这条老命报生女。
那万年官儿好生气，不知皇帝在哪里？哎呀，哎呀，转过身来啊！哦，耶，是个小皇帝嘛！哦，船前万岁，头千岁。叶太公，你做的好事。你家教不当，后患无穷，望美女扮乱党，偏去功名，该当何罪？哎，瓦妹他在哪里？他在哪里呀？已经帮助发他，却要斩罪了。哎呀，大爷太后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要杀人，杀我，杀我！哎呀，太后呀，你杀我吧！哎呀，太后，哎呀，太后！叶太公需要抵抗，你生儿子龙告发王妹，他已灭亲，你看该时候见法才好。子龙他在哪里？爷爷，举目啊！举目啊！你错！千错万错，叛子成龙，想不到你拜金家产，欺死爹娘，卖鸡求荣，成了一条大黑虫。太后，此次孽事不可嘉奖，你当知罪。娃妹，我的好孙女啊，爷爷我对不起你呀！哎呀，娃妹啊！华妹，你丈夫叫什么名字？今在何方？我丈夫失业了，正在京中思考。哦，考中了没有？启禀太后，一帮一家第9名正是周玉郎。好啊，选周玉郎冠在上殿。周玉郎冠在上殿。传天5万万岁，太后千岁，平身。谢太后。送爱卿。华美万金，可见天下父母亲。